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罗西亚去拍这乌克兰地区因当地民众是死者死，逃者逃，这难民的数量已经超过300万人了，其中不到一半拢是囡仔，而且有真侪这有心的富人人是行动不方便，敢若会当秘伫咧防空壕内面等待囡仔出世。 波兰普什米市的避难所内底，一张搁一张蓝色的眠床边啊，因看到真侪囡仔咧耍。国际移民组织统计，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走去国外的乌克兰难民已经超过300万人。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其中差不多140万人拢是囡仔人，平均每一天有超过73000名囡仔人成做难民。1.45 now, 1.45 million children in 19 days of recorded is the fastest in terms of swiftness and scale. In terms of swiftness and scale, the worst refugee crisis since World War II. 55 children per minute, so almost 1 per second. 真侪难民儿童留伫边境，嘛有少数的儿童进入欧洲的小学读册。当地学生佮送因文具佮小礼物来欢迎新来的7名乌克兰学生。 Hanno pensato di regalare un pesciolino in sostituzione di qualche gattino, cagnolino che loro hanno lasciato lì. È un piccolo gesto per farli sentire a casa. 伫咧尼古拉耶夫部分特别生囝，乌克兰有生妇女也是打生囝的产妇，因为行动不便，无法度避难，只会当伫进步响起的时阵，为病房内底逼去妇产科病院地下2楼的防空壕内底，准备待产也是休养。 Ну, это морально тяжело, потому что ты не только за себя переживаешь, еще и за ребенка. Я видела информацию,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с роддомом в Мариуполе. Не дай бог, так, что делать? Это очень страшно. 另外，以色列阁有一对翁仔某，因为过去12天内一直未生，伫去年9月请乌克兰的女子代理生囝，即马煞爆发战争，互因真烦恼，无简单才有的囡仔会因此受害，已经向以色列外交部申请，表示愿意开钱，请政府协助代理生囝的人甲伊的囡仔逃难到附近国家。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 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3个本土病例，拢是伫咧桃园，其中2例是美的幼稚园群聚感染案所传出来个案，是伫咧居家隔离期满时阵对这阴性转做阳性。另外一个是联邦银行群聚感染案的旧案例。那讲到带病入境的部分，今仔日有增加87个，其中11个是对韩国来的。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也正咧考虑要加这韩国来的旅客列做是入境采检的对象。另外，纽西兰 政府伫今仔日宣布讲，对4月开始，甲因有免签证的国家，这也包含着咱台湾。自即寡国家来旅客，若准有做过2档疫苗，入境了后就唔免隔离。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有转好，16拜3时增加3个本土病例，拢伫桃园，其中2例是甲美的幼稚园群聚有关系，居家隔离期满，阴性转阳性确诊；另外一个甲联邦银行群聚有关系，是一个70多岁女性。 15因为糖尿病血糖高送病院，经过采检了后确诊。跟桃园案的17672在工作场域有重叠大致上在那个时候有重叠，所以在那个时候也被匡列过那时候检验是阴性所以目前我们可能会判定这个案子可能是一个旧案。特别注意的是，台北入境的病例日头增加87个，其中为越南入境的是30个，占上济，过来是韩国11个。陈时中表示，需要做落地采检的国家是欧美、中东、纽西兰、澳洲、印度甲东南亚航线航班。目前当地考虑增加韩国的落地采检。今天有这样有10几例我们也提高我们的警觉，所以要来安排机场那边看能不能把韩国也能够纳到里面来。那纽西兰无伫咧惊疫情病例创新高，宣布为5月份开始，甲纽西兰有免签证协议的国家，包括日本、新加坡、台湾等等，只要旅客有完整做过疫苗，入境了后就会当免隔离。The 1st of May, vaccinated travellers from visa waiver countries and those with valid visitor visas can travel to New Zealand. 针对这点，陈时中强调讲，疫情愈严重的国家，因的管制一定会愈放零。台湾若是要开放边境，集会人疫苗的注射率就一定要提悬。目前国内65岁以上的集会人，第一档的注射率是82.43%，第二档是77.86%，第三档是61.05%，要是希望把保护力尽量提悬。未来开放边境的时阵，才会当更加安心。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地数这油价是起真悬，国际航班是随受到影响。这燃油附加费是对3月开始就起落。另外，交通部也讲，这客运的票价已经达到会当调整的标准，不过暂时会先用补贴业者的方式，让这个车票暂时莫来起价。另外，讲到这代替公司化条例的交通部版本，去予代替企业工会反对，伊也讲后礼拜3一定会去到立法院抗议。国内公路客运车票的计效照油价伫起落，资本道调整的机制。交通部证实，因为油价持续在压悬，公路总局最近会照临时调整机制来算基本的票价。因为考虑使用公路客运的民众是真多，车票的计效目前是无按算要起，会透过政府补助业者的方式来做规划。客运的部分现在是已经到了可以调的这个门槛，因为我们觉得客运影响民生比较大。很多人都在搭哈，这部分我们就好把那个差额先做一个补贴。另外，针对代替改革，交通部是真积极伫修法。不过，代替企业工会嘛提出工会版本的公司条例，积极拜会各政党的立委，而且讲后礼拜3、23会去立法院真正抗议。交通部回应讲，一定会持续来沟通。针对代替安全的改革，观光票价调整的空间，还有上新公司条例，拢会全盘来规划。到23号以前，还会不会跟台铁工会接触？会。就是我们讨论完以后会再跟他沟通。OK， 所以23号以前，你们也不希望说他们23号抗议动作太大。我觉得这是共创未来啦，没有真的不需要抗议。代替企业工会早起伫代替模范劳工表扬典礼的时阵，把抗议的布条啊，当面甲代替局长杜美表达抗议。工会讲，连模范劳工都拢无信任代替公司法，就会当改变问题。代表员工普遍对交通部版本的公司条例是无法度信任的。后礼拜一定会动员去街路真正抗议。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军机伫进前捌接近着东引的防空区，国军今仔日伫东引进行着中期操演，用飞弹射击强化防卫战力。另外，罗西亚也有一份机密文件指出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捌考虑要伫咧今年秋天要来全面接管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无法度确定这文件是真还是假。无论是中国敢要来拍台湾，但台湾拢爱随时做好自我防卫准备。火炮实弹射击，陆军东引指挥部16做中期操演，透过火力配置强化防区的战力，演练拄到不明军机、预警的处置，甲反机港作战、周坡攻击、近距离战斗等等的项目。因为进前传出中国军机挖进东引防空区，这个演练嘛受到大家关注。目前罗西亚联邦安全局有一份机密的文件，哪像是流出去，内容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考虑伫今年秋天全面接管台湾，想要利用这点，可以顺利连任。不过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和中国无虾米机会通好拍台湾。有关于这个文件，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事实。不管中国是不是要攻击我们，或者是什么时候要攻击我们，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做好自我防卫的准备。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接受美国智库访问的时阵，嘛表示，习近平当伫咧强化伊的权力基础，对台湾的野心是已经互看现现，应该加强日本甲台湾的关系，确保台湾的安全。面对中国的威胁压悬，外交部长吴钊燮强调讲，台湾的防卫一向拢是靠家己，接受美国也可以卖武器给台湾。那美国是不断的提供我们武器，接下来还会有军售的这个宣布。那接下来就是说跟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讨论，而且美国要在区域部署足够能够排除这些对台湾威胁的这个武力。那我想美国都在做。因若即届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台湾已经启动第2波人道援助。外交部已经整理出2400多箱民众管的物资，准备伫17开始分配送过，会经过输入法曲送去乌克兰人民的手里。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有一个网络名人或做小玉的查甫人，伊利用科技deepfake甲一寡女性改头换面，变作是色情影片内面的主角伫咧陪人。检方调查了后，发现这受害者是不计其数，这内面有政治人物、要艺人等等，计共100多人，互伊侵害权益。伊所赚到的乌心钱要上千万。检方今仔日依照着违反告诉法定罪名，甲这个小玉也搁伊的助理起诉。
在 YouTube 有8万人订看，有名的网络红人小玉就玉神进前遭到约谈，因为得出用 Deepfake 深假技术制作画面本案影片，民意代表艺人网络红人有119人受害，专案经过检方调查，16侦查终结，以涉犯告诉法非法利用个人资料罪、加重诽谤罪，甲伊甲伊先生的受理来起诉。但是因为本件有119个被害人，那所以最后会论以119个非法利用个人资料罪哈。那这119个非法利用个人资料罪，它是数罪并罚。检警讲，小玉在1809年7月开始成立推特的粉丝团，上传合成画面宣传底片，也在 YouTube 来宣传，招网友加入会员。即要成功注册了后，应用几啊百块到上千块来买合成本案影片，伊会传到 Google 给会员来看。敢若1年外来，不法所赚的钱只有1338万。虽然伊为了要趁钱，侵害女性的自主权，也有性私密权，不过检方考虑被告坦白来承认，犯后态度良好，请求法院特赦来量刑。我觉得小玉欠所有这100多位的受害女性一个严正的道歉。到现在这些影片都还在网络上流传，希望民众如果有看到，拜托大家不要再帮忙散播，而是帮忙检举下架。身为技术制造、散播不实性影像等罪章，都以独立的处罚。如果是以盈利的方式涉及该犯罪的话，我们还可以加重处罚，最重可以处罚7年以下。小玉乱用深假技术来犯罪，引发各界不满。法务部已经提出规套修法，对这类不法的行为制定明确的罪责。这项草案通过行政院，将送到立法院审查中。对着网络普及，资讯的影像传播真紧，明仔来阻止所谓的性暴力，也将做这阵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的桃园区有一个1岁外的查甫囡仔，因为老爸当日无用，就偷走出门去，想袂到竟然去互一台资源回收车甲娃娃搞死。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讲是因为这囡仔伤过细汉啊，驾驶伫咧赛车的时阵无法度甲伊看到，才会造成这场悲剧。高雄市原民会主委15暗时特别去桃园区，甲查甫囡仔妈妈小揽一下，因为这个妈妈失去1岁外的囡仔。查甫囡仔绝死是因为爸爸伤过无用，无法度顾伊。查甫囡仔煞选出去，拄好互生等的查甫人所驾驶的资源回收车搞过。虽然紧急送医，不过也是救无转来。桃园山区路况狭隘，容易造成一些疏忽那过程，因大人疏于注意，才会造成憾事。小朋友是他们5个孩子中最小的小儿子。那接下来我们再针对后续的丧葬的补助，还有急难救助金的部分，我们会全力的协助。警方调查，因为查甫囡仔真细汉，佮加上驾驶时线死角，无发现查甫囡仔才发生事故。根据警管基金会统计，最近因为驾驶时线死角，提出着囡仔死亡的案件，110年有6件，109年有4件。我们过去常常讲说，家是避风港，家是安全的。可是如果家长的照顾职能如果不足够，环境又不安全的话，这样对孩子带来更大的伤害。监管基金会强调，主体是囡仔上安全的所在，家长爱不时对居家环境进行安全检查，出门伫外口爱注意囡仔的安全，唔通建在伊离开视线，避免无必要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武汉肺炎是真歹断根，中国已经是搁再夹起来了，侵进的东莞进行封城。当地政府这封城政策也影响到地下的台商。不过有台湾的企业表示讲，目前的影响也无算介大，希望1礼拜过后就当解除封锁啊。中国国台办也强调，台商甲台湾的企业也是有义务爱配合防疫。中国疫情清关，侵进东莞这大城市，拢宣布要实施封闭式管理1礼拜，冲击当地产业，尤其真侪大厂受到影响。大立光位于东莞的子公司台军东莞光电就宣布16开始暂时来停工，会协调其他厂区来进行生产的调配。依照这阵的状况，对于财务甲业务暂时无重大影响。东莞的大商是表示，此回确实是有受到影响。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出货方面也是有受到影响的。有的村子不准卡车进出，有的货运公司、船公司呢也不来拉货但是期限都是在1个礼拜之内。东莞大协前会长表示，家己的工厂营运也算讲是正常，不过真侪所在已经封村啊，希望1礼拜了后疫情能降落来，就使解除封闭。当然是担心了，希望
疫情能够赶快停止。类似这种情形，过去也发生过好几次了，都能够在2-3个礼拜的时间之内，都能够疫情归零。只是因为疫情而停工的台商甲台湾企业受不受补贴的政策，各台办在记者会无正面来回应，只是强调台商受义务甲责任来配合防疫工作。有关地方呢，也会统筹疫情防控工作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台胞台企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各台办指出，清准备在14到20中间来进行3轮的专员核酸检测，赶紧切断传播链。鸿海关栏甲龙华两厂则是配合停工。外界认为这对着苹果供应链影响有限。另外，鸿海16指出，相关园区已经恢复部分的生产营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所影响是一直来，而且这两个所在是这麦亚甲番麦产地，那受到这战争的影响，有真侪国家是无法度进口的，而且这价值也直起。特别是对乌克兰甲罗西亚进口一寡5国的国家，亲像是非洲甲中东地区，恐惊会害迄个所在民众无物件通好食。联合国表示，讲这场战争先受到影响的，会对这产车国家开始，而且是所有人是全盘概述。来到市场，档头顶边又还是看到番麦，也有各式的杂粮。也毋过，饭店内底师傅改用小包装的米粉碟做胖。这是北非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虽然离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战场是真远，也毋过已经受到冲击啊。饭店内底原本拢放着真侪米粉，只剩下剩几包。头家讲米粉买是买得到，也毋过价钱已经去超过2倍咯。باش يصيروا برشا مشاكل وسيرتو احنا يعني الامبورتاسيون بتاعنا كل جينا من روسيا واوكرانيا ايش باش نعمل؟ 亲像摩洛哥这款真外靠乌克兰甲俄罗斯来进口5个杂粮的国家，在非洲甲中东真多。国际货币基金 IMF 公布的报告指出，2个战争开始冲击价格，小麦一个起价带动其他粮食七物的起价，加上农民无法度来种植，供应就会出现问题。另外，联合国也警告，乌克兰甲俄罗斯小麦无法度来出口，产销国家受害上深。And it will impact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particularly in the poores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坦白讲，因为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粮食风调动来到乌克兰，造成原本送往查德甲也门这国家的粮食来缩减，战争恐惊对全球的粮食的供应带来灾难性的冲击。We must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avert a hurricane of hunger and the meltdown of the global food system. WFP 指出，乌克兰甲俄罗斯地区生产的小麦占全球的3成，番麦有2成。互人更加烦恼的是，俄罗斯供应全球4成肥料的产品，若是无肥料，会互粮食减产达到5成。更加免讲会刺激所有物件会拢起价。正互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感慨讲，不管结果安怎，这场战争无赢的人，只有输的人。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阵对这撒哈拉沙漠内的风暴影响，甲西班牙东南部到中部的所在全部拢打掉咧。这天是变做是甘仔色，当地政府也赶紧甲这空气品质的警示调到上界歹的级数，甚至呼吁民众莫出门去运动。西班牙马德里的民众早起精神就发现天顶拢变做感觉红色，四界拢雾雾。西班牙南部沿海城市是更加严重，当局发出上歹空气警报，呼吁大家避免到户外去运动。虽然也是有人勉强出门去运动，也毋过这个老先生坦白讲，连散步拢感觉无爽快。Pues hombre, a mí me afecta bastante porque estoy de los pulmones, entonces me afecta bastante. Por eso no me quito normalmente, aún aquí no me quito la mascarilla. Cuando me asfixio un poco, pues me la bajo. 这波对撒哈拉沙漠车内沙尘暴也搁落雨，结果互黄沙变做敢若土梅共款，各行各业拢受到影响。亲像餐厅的员工爱另外用时间来切这窗仔门，也搁有外口食饭的所在，有一寡店头内底也真凶受到影响。Y ven en la tienda todo lo que entra, ha entrado todo el polvo y manchando los artículos. Cada persona que entra lo mismo, hay que estar todo el día con la fregona y bueno, sí, obviamente afecta. 另外，停伫外口的汽车也受到影响，唔是大真高的土灰，就是变甲真垃圾。Yo estaba viniendo esta mañana para acá y me estaba cayendo literalmente. Yo pasaba por abrirse, me estaba cayendo barro encima del coche. 西班牙气象单位估计，这波沙尘暴会影响到拜四，范围上会到荷兰甲德国。
镜头转来到秘鲁北部一个山区拜二爆发土石流，至少60户徛家拢大了。民众甲手机所翕的画面放伫网络，几片黄土下来情形，互人看到到底感觉真恐怖。事发了，民众想要甲受灾厝的砖仔壁敲破抢救民众，不过即阵也无清楚偌济人掉伫内底。秘鲁的国防部长已经赶到现场关心，总统也用推文表示全力协助受灾民众。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体大车拼，咱台湾一定赢！所以来带观众朋友来甲咱台湾的选手加油甲鼓励。世界道球职业大联盟伫咧新加坡的比赛，咱台湾所派出的选手，也就是咧东京奥运摕到男女组铜牌的林昀儒甲第一种。伫今仔日暗时8点20分，要来进行男女双打的冠军赛。因个人伫下晡也有个人赛，林昀儒有拼入去前8强，不过第一种就无遐顺利咯，伊是停伫咧前16强。另外，男子双打方面，曾智恩和陈建安甲日本队来对射，落尾是输予日本，摕到铜牌。4-0咯。故意发长球，无要互对手有做手的机会。林昀儒16强对斯洛维尼亚的约基什最好万全的准备。头一局5-0领先，真紧用11-4摕到。第二局是8-0大幅度领先，约基什要提分真正足难的。偏高。打到台边11-3，林昀儒阁摕到第二局。第三局约基什拍得比较积极，不过林昀儒7-9了后，果然摕4分，以11-9第6-3摕到胜利，进入前8强。上来发挥都特别好，然后就战术那些也都执行的特别彻底啊。进入前8强，敢若用25分，后一场要对战目前世界排名第2中国的马龙。林昀儒讲真期待。跟他打，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本来就也挺下风的吧，所以我就做好放手一搏的准备了。那是林昀儒的混双组合第一争，女单16强加日本的石川佳纯战5局，到尾2-3输去，敢若16强尔。男双4强赛世界排名第13的曾智恩加陈建安，甲无对战过的日本组合互相准虎加武田形式争夺冠军赛。日本组合以速度压制，摕到前2局。第3局曾丹培救回2个杀wed点，即甲10平化暂停。曾丹培13-11赢第3局，不过战到第4局，日本组合靠强势进攻，11-5结束比赛。曾丹培以1-3输去。伫公开比赛新加坡站摕到男双铜牌。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咱国内新闻。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今仔日讨论中常委改革这个选制改革方案。主席朱立伦希望讲，这设处降低分区改选，也佫有公职过半的3大改革方向，得到有超过2/3的中常委人数，而且伫会中通过。不过，一寡中常委有疑虑，因希望讲，这讨论会当更较完整，或这个改革会当更较完善。我们用改革的决心，展现出国民党不一样的新的一页。中常会化改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推销中常委选制改革3方案，希望改善中常委选举的贿选也是换票。其中包括中常委为即卖29席降为15席，并由党代表单记投票为全国各选区选出来。其中党主席会当指定10个党员担任中常委，以及公职人员身份的中常委嘛爱超过一半，安尼才有法度瓦解民意。我们超过2/3以上的常委共同联署，我们未来常会要1/2以上具有公职，同时我们减少人数，而且分区改选，避免弊端，没有联系，只有单一选举。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需要再经过中常会、那党代表大会的一个同意跟通过，所以这事实上是我们国民党就是中常会里面改革的第一步啦哈。不过，由中常委建议，爱包括中常委也是中委员，拢应该全部党员直选。要让这个党主席会当指定席次上济，也是建议相关选举制度改革，应该听更加侪党员的意见。那你们签联署书吗？我个人没有。为什么没有签？
因为我觉得还有讨论的空间，不代表我不支持主席，不支持党中央，而是我觉得还有讨论的空间，研拟出最好的办法以后再签署也不迟。从此走入真正的民主，就是党员直选。4项的选举都可以走向党员直选，这是我未来的理想目标。虽然这个方案得到超过2/3的中常委联署，并得到中常会通过，不过党内也是有无共声音，也有待党中央进一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预告农会法修正草案会增加中央主管机关指派专业理事，这名额是袂超过理事总额1/3。另外，农会干部选举若总有牵涉到这贿选买票，会比较到选罢法来处理，而且把这罪行纠关到3年以上7年以下。不过，基层的农会却是有无同款的意见。农电水利会伫2020年改制做公务机关，农电水利署土地改造国有了后，阁面临重大变革。农委会预告，农会法修正草案，其中为着强化中华民国农会效能，会成立中央主管机关指派专业理事，名额袂当超过理事总额的1/3。中华民国农会总干事刘永成批评讲，政府竟然用修法要来介入农会治理，也有人民团体的经营模式。全国农会没有一点资产是政府的啊。凭什么派那么多的所谓的专业人士来监督我们农会？想要强起好懂农会的经营的模式啊？那你如果对农会玩的政治化，那你可以下来选啊。刘永成认为讲，农会每一年都有接受农委会考核，已经有编开监理机制。这个举动完全是政府扩大权力，若农委会修法的范围唔若安尼，佮包括农会干部选举，若是涉及贿选，因过程度无悬，而且大部分是透过认罪协商来闪过责任，甚至等到判刑的时阵，任期拢已经满啊。未来希望会当较有效率的，刑度甲罚金比较选罢法，贿选的人为原本3年以下有期徒刑，加当做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是为了让整个选风更好，那让农会可以健全的发展。我们比照选罢法，采速审速决，那提高相关的法则。农会基层反弹的声音是搁出现，不过农委会强调讲会持续推动修法，草案会照相关的程序预告了后报行政院，搁送去立法院审议，来争取调野的支持，希望这个会期会让三读通过。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台办伫今仔日要发布一个新的对待措施，是放令台湾民众会当去到中国创业，增加开放行业到122个项目，而且范围也扩大到27个省市区域，会当申请来乘做这个个体的工商户。陆委会也要提醒咱国内民众，就要斟酌来思考，因认为讲这效果是真有限的。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德也针对着伊用政府的钱来办到请一寡中国企业，伊本身来出面解说。去互议员指控用公费47590块，请中国企业食饭，却无愿意提供名单，想要闪过监督。台北市长郭文德亲身出面说明。他都是投审会进来的，也是合法的公司，在台湾雇佣台湾的员工也缴税，那你要把它当作匪谍，那你干脆不要让他进来好了。那你不要为了打柯文哲要抹红他，那搞得吗？那不然你就干脆说大陆通通不准来台湾居住，不准来台湾投资，就好了。上任了后，主张两花一家亲的郭文德，去年12月份伫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的时阵，是拢无提起，敢若强调5个互相。国台办16发布新的一波对台湾的措施，强调两花一家亲，放令台湾民众去中国创业，开放的行业是增加到122项，范围嘛扩大到27个省市区域的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会当直接申请登记做个人的工商户。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不会变，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的政策不会变，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办好事的举措不会变。我们欢迎广大台湾同胞能够把握机遇，在大陆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中国大陆对台持续军事、外交威吓及打压，加上整体投资环境因强化监管、能耗双控、共同富裕、国进民退等政策所引发的恶化，以及企业个人也面临到被片面认定台独金主的政治风险提高，研判这项通知对吸引国人的效果仍然是有限的。
中国对台湾的新措施，陆委会研判效果是有限，嘛提醒民众，两岸的法律制度、市场环境甲社会价值无共款，若要去中国投资甲创业，应该谨慎来评估相关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审查通过新北市所提报的10档节温综合规的报告，新北市也呼吁讲，这行政院若准会当赶紧核定，而且发包工程顺利者，按算伫年底就会当动工咯。新北市新台五路10指区公所是未来节温10档线的终点站。新北市节温局提报的10档节温综合规划，15通过交通部审查，后续要提报行政院核定。在地居民拢正期待，希望节温会当解决塞车问题。这边有时候上下班，如果从这边然后搭到有捷运的地方会塞车。所以以后这里就一站捷运站，方便很多。会方便很多啊，搭火车去台北，我都这样子比较方便，有捷运也是方便。根据新北市捷运局规划，10档线总长5.56公里，要设6个车站。未来东边要连接基隆捷运是中运量系统。另外，交通部也建议路线起站安康路甲康宁路3段路口，未来会当延伸到台北市内湖古中路。系统捷运初步交通部核定以后，收到行政院，也麻烦行政院能够快速的核定。交通部有一些附带协议，我们会跟交通部、跟基隆、跟台北大家一起来合作。台北市捷运工程局分析，都要听候10档线甲基隆捷运整合了后，才有法度评估。另东湖这边安怎向台北市区延伸？新北市捷运局是估计，另后续发包顺利，10档线预定上近年底就会当动工。记者综合报道。西部地区今仔早起空气品质是真歹，全台湾有17个监测点拢出现红色灯区，特别是嘉义、台南地区捌出现全部红色警示的情形。那讲到即马地方政府是正推动这电动公车，鸿海集团有做出国内头一台国产的电动巴士，今仔日也伫咧高雄出发咯。市政府表示讲，高雄对2017年开始就伫咧推动这电动巴士，目前高雄已经有195台，希望会当继续来推动这减碳政策。路卡感应，民众真欢喜坐电动巴士。这是鸿海集团的科技公司打造的头一台国产的电动巴士，除了负担大众运输，也希望替改善空气污染尽一份心。高雄为2017年推出电动巴士，包括这台巴士在内，全市195台。为了量早达成，全市1006台拢换电动巴士。市政府研究提高补助，针对营运亏损补贴，我们也在规划说能够在提高补贴的成本。市政府预定到2026年，电动巴士上路会当减少148300吨的碳排放量，相当719座高雄都会公园的碳吸准功能。我觉得有帮助，尽量啦，不可能说一下子整个要改，因为毕竟还是有蛮多人依赖那个器材有的。政府如果有一些补贴或者给一些诱因的时候，他会愿意去采购嘛。否则的话，如果价差很多的时候，他也是会比较犹豫嘛。不过想要改善空气污染，亲像无伫效益。环保署统计到早起10点，全台湾17个空品测站出现红色警示，也有部分出现橘色警报。空气品质差的所在为台中到高雄、嘉义、台南，捌出现全部测站拢红色。西半部的地区的风速比较微弱，那加上这个从夜间到清晨，这个温度都比较低，所以产生这个逆温现象。这逆温层比较低的关系，也造成的在近地表这些污染物比较，除了靠近地表之外，它还扩散也不容易。那整个中南部地区的空品都有受到影响。眼睛用面纸洗，就是擦拭脸的时候就觉得很多沙子这样。空气污染对高雄市民来讲，敢若真肃常。不过环保署表示，天候方面瓦近，东北季风增强，中南部地区的空气品质都会较好淡薄。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上界大的电动轿车品牌特斯拉，即马传出这电池接着出问题，民众组成自救会向消基会投诉，要求车厂就爱甲因处理、甲因斗检查。不过特斯拉表示暂时无回收的拍算，伫修理这段期间会提供轿车给民众使用，或者是送因坐车的礼券加做补偿。伫咧高速公路，车险险啊闪袂赴，规个浪起去。因为头前这台特斯拉走到一半，电池熊熊跳铃，无电，规个停去。要发生同款代志的车主讲，就算元首已经替伊换整理过迄种电池，伊即马上高速的要唔敢驶来线。我觉得我很害怕耶，我现在都不敢开内线，我只能开最外车道。甚至我都开另外一台车。伫咧买车的时候，伊是加销报告的责任嘛，
啊无讲讲，伊今仔电池啊歹去的时阵，到底是要换新的？还是要换一个修理过的二手的电池服务。由300多位特斯拉车主组成的动力电池自救会表示，像安尼车驶到一半，电池无电失去动力，或者是充电了后，无就是停车了后电池故障的意外。根据因的调查，主要集中在2018年年尾和2019年出厂的特斯拉 Model X 和 Model S 的车型，影响消基会投诉，希望公司全部收回减收。2019年的车总共卖出差不多1400只，啊，目前有甲我填表讲，伊车一定故障的有122只。主管机关应该要立即的对这个出问题的年份、车型，依照法律的规定要立即招修，甚至保固要重新再另计。特斯拉公司表示，即卖要无调集收回来减收的拍算，针对车主维修期间的不便，除了会提供代步车或者是2000块的新车管方案，电池保固期会顺落去延长，换链也会有优待。备料的时间已经缩短至2礼拜到3礼拜，未来目标是伫咧1礼拜内爱到货。记者阿明金郑派文台北报道。那阵厝内面的囡仔去带着这重症的罕见疾病是真歹处理的。不过，中建医即马有和病院合作，设一个重症自动基因变异资料库，要建立着特异性变异细胞制作流程，会当甲变异基因的检测对1年的时间缩短到1个月。C M 挂掉咧，乖乖徛伫妈妈身躯边。伊是2年前捌得到急重症再生不良性病肺的少小弟弟，为着要治疗，老母带伊4个去看医生。后来中建医利用基因定序，并且在好信医疗团队的治疗下，即阵总算是慢慢好起来咯。医疗研究一方面解决的是人类因疾病面对死亡最深处的绝望，另外一方面，这些成果也适用在每个人的身上。是解决更多问题、创造更多奇迹的基础。一直以来，厝内底若是有囡仔得到罕见的重症的罕见疾病，家长拢是4个奔波去治疗。虽然细胞甲药物治疗是处理真侪囡仔重症的这个工具，但搁伫个有效性甲副作用中间的平衡，依然是上大的难题。即阵中建医甲和信病合作，展开重症儿童基因库的建立，这相关的计划。计划分做3个平台，包含重症基因库、建立第一性免疫细胞制作流程加精准的药物。每一次做了这个的一个定序的实验我们就可以找到几10万个变异点，然后发生可能在这些基因上面。那我们就得要从里面抽丝剥茧去找到是说可能的一个变异位点，然后来造成这个疾病。最终还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也类似细胞银行啦，让所有的重症病人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去马上做比对。研究团队表示，这资料库建立会使让部分罕见的病人做基因比对的时间对1年缩短到1-2个月。那未来资料更加完整，也是建立细胞银行，提早比对变异基因，70般来预防疾病，也是利用精准的药物来减少治疗内底副作用。而参加这个计划，帮助囡仔无需要负担任何费用。不过，在这阵已经进行的20到30个囡仔内底，只有1/3成功找到变异基因来进行研究。记者综合报道。镜电视伫今年1月19摕到新闻台执照，无到2个月内时间却换3位董事长。第2任董事长由李英峰接任，才做11天，落要搁来请辞。即马是由导演杨雅德来做第3任。有学者质疑讲，这镜电视的内部运作有问题。NCC 表示讲，公司董事会改选无需要事先报备，是改选了后再来做变更就会使。上任这11天，镜电视董事长李英峰15请示核准，为了达成 NCC 审照付款内底要求，董事会决议最近召开股东会甲证书，董事长改由导演杨雅杰来出任。镜电视1月19才摕到新闻台执照，第2个月内底就换3个董事长。3月9号的时候是已经有来提出那个营运计划变更负责人的情形的一个申请案件该次的董事会。他的签到情形，还有他的那个议程，还有相关的会议的一些议事录的详细资料，请他再补充了
嘉电市摕到新闻台接照了后，时任董事长陈建平疑似敢有新闻的自由，3月7日向互摕掉董事长的职务，改由李永芳来接任。陈建平也提起拍行政官司。NCC 表示，嘉电市外部公评人的制度，而且外部公评人王秀基来了解是毋是有敢有新闻的事实。嘉电市是最近10年来唯一申请通过电视新闻台，也未正式来开台，已经换4个董事长，或者这期嘉电市的内部运作是有问题。制度面告诉我们，进电视在运作上有没有问题，以及未来有没有办法解决。如果能解决，怎么解决？如果真的不能解决，你要退一万步，讲到撤照，再来讲撤照。他们为了防免大股东去介入那个新闻直播啦，所以说他们也提出经营权跟所有权的分离啦。所以说我们在他的营运计划，我们是予以尊重。对着有人检举嘉电市有大量员工加退保的情形，加首任董事长裴伟有担任嘉电市的顾问 ，NCC 会深入来调查这个事件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公司新闻的所谓秘库有几落万笔的采访画面去互外包厂商抬掉，引起社会关心。各党派立委拢提出质疑。交文化部长李英德表示讲，目前正在调查，会伫1个月内提出调查报告。公司嘛表示讲，会成立监察小组，要求厂商要赔偿。公司新闻所谓骗库，因为外包厂商的疏失，几落万笔的新闻采访画面汹汹消失，引起外界关注。在文化部长李英德到立法院进行业务状况报告，各党派立委对这件代志拢提出质疑。这个事情一个是不太可思议的事情，那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原因在那里？应该不是很单纯的一个人操作人员的疏失。它一定还有很多其他，不管是系统的设置、备份的一些原则，或者是操作原则，或者城市的保护城市啊，一定有。所以我们现在是请专家去进行实际的了解。文化部表示，会甲 NCC 行政院资源处成立专案小组，1个月以来提出调查报告。公司新闻所谓骗库以外，影响范围包含公司台记台、客家电视台。公司表示，目前也有84000多笔的资料也无法度复原。目前受影响的范围，若有需要，会以新闻部的业务经费向华视来买。初步我们会先请求厂商复原我们所有片库设备的一个所需的费用，他要先出这个费用。那至于灭失的资料的这个鉴价，以及后续的这个追加起诉的部分，我们也会持续进行。那目前董事会也打算成立一个鉴价小组，请专业的顾问一起会同律师来做这个求偿金额的这个认定。李英德表示，目前公司内部已经有定出的名单，针对公共集团的其他单位，目前嘛正在了解因资料保存甲备份的状况，未来嘛会提出相关报告。记者郭不根、夏桂林台北报道。2022年 HBL 高中篮球联赛查甫组，今年的冠军是新德市光复高中，因嘛是头一届摕到这第1名的好成绩。全队队员等来到学校受到正人的欢迎。新德市长林志坚嘛请队员吃牛排，搁再颁发140万的奖金，要来鼓励这队员。篮球队员对车顶一落车，店面受到全校1500多人热烈欢迎。新德市光复高中今年摕到 HBL 男子组第1名，每一个队员在比赛过程中拢尽全力，过去辛苦换到甜蜜的成果。一路上的路程，其实我们并不孤单，对我们有强大的市民做后盾。从市民到市长，到我们所有光复中学的师生，最坚强的力量给我们做护盾。所以我们这次在思想上，我们才无所不能的，全力为新竹市留下冠军。新德市长林志坚邀请学生来餐厅吃牛排，另外在现场宣布要发140万奖金给全队队员。然后也感谢新竹市，然后整个市民啊，还是整个学校的人，然后这些都是我们一起争取到的，然后最后还是在谢市长，他颁发那么大的奖励给我们。听到的时候有愣住，就是还没有那么反应，但是在讲第2次的时候突然就很开心这样。总教练表示，这次冠军不只是学校，更加要献给所有的新德市民。这摆是办 HBL 比赛15冬以来，冠军第1届由湘北市以外城市得到，学生拢感觉真光荣。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
伫咧较早听念歌是真普遍的娱乐，不过会晓念这个念歌的人是愈来愈少。文化部认定的念歌人间国宝杨秀卿老师，伊有一身的好基价，也要来传承这基价给学生。目前有伫咧教学生，也有训练这学生。这学生囡仔是真拼死，甚至是毕业了后，也开始登到故乡的庙口，甚至是世界表演，要把这念歌念给众人知影。我希望把念歌的文化继续传承落去。小妹啊，住伫发人间，细杨小卿，就是我本人。念歌的杨秀卿老师去互文化部认定做人间国宝了后，要收艺生来学念歌。这寡艺生毕业了后，开始传承念歌文化。为人做创新的 MV， 拼国际知名度，要人登到故乡庙口传唱在地声音。因为咱真侪人吼，往往因为是伊的读册的关系，或者是工作的关系，拢离开家己的故乡，吼去别个所在去了打拼。所以，阮特别这个演出吼，把这个主题叫做回乡，互真侪人回去细汉的时阵，或者是今嘛，迄庙埕附近吼，上有亲切感嘛，咱定去拜拜。啊，所以用这个主题来表演来念歌安尼。回乡念歌受到在地民众欢迎，那定的老家增加热烈的气氛以外，借庙口来念歌，为属是甲较早庙埕的功能找到回来。办这个活动，人伊要坐，好的物件，就是爱有足多人来看、来分享，这非常正确的一件代志啊！大家嘛庙啊，伫念歌啊，这种场所，这种即马看下蛮敢若真回味的款的。较古早味安尼，听阮的阿公哦，听收音机嘛有即款的节目伫唱，这袂歹，真的袂歹。这届回乡念歌要进行台湾各地头的巡回演出，所在内要去婚礼的轮陪，也有西丽庙口念歌，用上接近的距离，互民众听到在地传奇故事，用念歌把这块土地感情甲文化继续传承落去。记者陈家豪桃园报道。你敢知影这环游世界需要偌久的时间呢？伫阿根廷有一个家庭，因用22年，因拄开始出发的时阵，只有一对翁仔某，靠着一台轿车把马土驶过5大洲，行过102个国家。伫咧这旅游的期间，搁再生4个囡仔，即马一口罩6个人，登到22年前因所出发的地点，而且上届大汉的囡仔已经19岁了。当公仔车慢慢驶入市区，真侪人伫咧外因欢迎。阿根廷有名的环游世界家庭赛普，当地时间13登到当年出发的地点，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结束近22年的旅程。Nunca hubiéramos imaginado cuando salimos acá volver 22 años después, jamás, con hijos, con todo lo vivido. La verdad que necesito otro corazón. 就像梦想回顾，看在赛普一家伙仔心情拢真欢喜。这个家庭一开始只敢拿赫尔曼加坎德拉里亚翁仔某2个人，因结婚2年了就决定要环游世界。2000年派牌仔出发去阿拉斯加。尾仔有人送因一台1928年的动公仔车，就靠这台车因行过5大洲，驶超过36万公里，经过至少102个国家，伫咧2000户家庭甲人照大过，还佫伫咧无同的国家生4个囡仔，因即马上大的囡仔19岁，上细汉的12岁。Ay, qué linda la gente en la ruta también, ¿no? Bueno, me tardé un poquito más porque me quedé sin gasolina, me olvidé de chequear la gasolina, pero enseguida aparecieron gente y me ayudaron a cargar nafta y acá estamos. 不过规段旅程也毋是拢正顺，伫咧半路，赫尔曼捌到过马拉里亚，也捌伫咧非洲拄到伊波拉疫情，伫咧中美洲拄到天狗热，这个冒险的经历已经出版真侪书。是旅程主要的收入来源。对因冒险的囡仔，伫10几年的远距教学了，即马转来也要第一遍去学校上课。22年的旅程虽然结束，不过赛普一家伙仔认为人生的新阶段才拄要开始啊！呢，因的挑战也未结束。公司新闻市番玲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0度到30度。
表日到云林对19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7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